舒緩學習壓力按摩油。佛手柑天然精油2滴，真正薰衣草天然精油2滴，馬鬱蘭天然精油2滴，檸檬天然精油2滴，植物基底，由10毫升稀釋，用於按摩頸後及頭部太陽穴位置，可以舒緩壓力緊張的頭昏腦脹及增加集中力，振奮精神。舒緩學習壓力助眠按摩油。天竺葵2滴，金桔4滴，苦橙葉2滴，植物基底，由10毫升稀釋，用於按摩頸後及頭部太陽穴位置，可以舒緩壓力緊張，幫助改善因緊張導致的失眠問題，提升睡眠質素，為精神疲憊充電。